麻疹确诊案例，国内今年就累积了55例，邻近的东南亚国家更是可怕，菲律宾高达27000例，不少民众抢打麻疹疫苗，预防感染。不过许多诊所近来公告，自费疫苗缺货，暂时无法接种。民众 vs 诊所，大人的我们没有了，都缺货，自费的也没有啊。麻疹疫情国内外升温，不过想打疫苗预防，恐怕有困难。民众 vs 诊所，小朋友没有缺，大人可能有缺，因为蛮多人去打大人的。连跑了4家，部分都缺货没得打，不少诊所还在网络上公告自费麻疹疫苗没库存，缺货中，但何时进货都没有明确时间。原来是美国供应药厂疫苗库存吃紧，只会优先供应给签约院所。民众 vs 诊所，我不晓得其他地方有没有缺，我们目前是大概还有7支吧，库存稀少，不是每家诊所都有，但才过第1季，国内感染加境外移入就累积55例确诊案例，其中出国旅游15例占比最高。邻近国家疫情更加严峻，菲律宾光是今年就有27000例，泰国2000例，美国、日本双双破百，香港、澳门也在增加中。自费麻疹疫苗面临短缺，疾管署怎么因应？疾管署副署长罗义军，库存还有2万剂的麻疹疫苗，市面上我们估计大概还有3万剂麻疹疫苗，民众可多问几家院所公费的疫苗，还有5万剂可以释出到市场。不过麻疹病毒相当可怕，飞沫就会传染，潜伏期长达21天，初期症状发烧、咳嗽跟感冒很像，等起了红疹已经是到后期。1岁以下幼儿是高风险族群，容易并发肺炎跟脑炎，死亡率达2%。疾管署副署长罗义军，20到37岁这个年轻朋友，他们小时候打过的麻疹疫苗，保护效果衰退。不过疾管署提醒，青壮年也不可大意，有2到3成都已经没有抗体，还是多问几家，先打上1针，降低感染风险。